당은 저게 저기 잡으랬어. 아고는 쟤네 근데 저기 제가 아고도确实가用的저기 제가 와. 当然呢，就是这个要来宣说佛法的时候，当然这个寺庙寺方要做筹备。院长，他们就是大的，所以呢，他们就已经定了一个法座。就是通过这大的大概一个天花板已经突过去。他们已经这个在安置了一个很高的法座，法座高到快这个顶到天花板上去了。跟着民过去。就没有楼梯的一个法座。我感觉大我这个。所以呢，他们想要看吉天菩萨是怎么做的。哎呀，他之前没这么干年的，去学年的，他干年没干年，看看没忙不起来当做。所以呢，正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就是有些就是对吉天菩萨很不满意、不高兴的，或者有些是对他有满意的，不管是怎么样，总而言之，是来了很多人来去听法。哎呀。以前那个，他东家以前的这部写的，也得说他。之所以呢，就是奏乐、奏大号角以这个唢呐等等之类来奏乐来引请。院长，俺说的吃的那就干了，俺吉天菩萨的他就吃的，他这个。好，吉天菩萨这个在到达了这个法座旁边的时候，可以看了一下法座。但就是通过你去看的，可能是俺我那看那个台湾去，就在下，一样的俺来托上把接下把就在下上，跟什么去打，就是过去，我就是过去。好，所以呢，吉天菩萨到了法座旁边的时候，他用这个神通来观看一下，这个法座弄得那么高，是真正对我有信心弄得这么高，还是说想要贬低我才弄这么高这样？俺给托上把一个的。当然呢，就是看一下这个贬低他，就这样已经这个神通已经看到了。院长，俺就没事的，拿过去，茶叶把它讲清楚，冷静人那讲了那些，就对的，讲的就记得慢点下去发展。所以呢，这个还没有很靠近之前，就是把右手伸出去，就好比是大象的鼻子伸出去一样，把法座压下来了。慢点才就干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当法座压下来之后，那些这个下面的听众们都互相在观望。这几个呗，代表第八章了，有这个来着。所以呢，这个下面听众们都互相在观望的时候，吉天菩萨已经上了法座了。开始一个牙夹不通，开始一个牙这个通了。那有些有看到吉天菩萨已经上了法座，有些根本没有看到吉天菩萨已经上了法座。他看看你，他看的那是，他看他马的。所以呢，总而言之，听法的这个大众们就说怎么回事这样，总而言之就坐下来。他这里应该确实是原因是他们确实的跑不来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吉天菩萨就一开始就讲了说，今天就是轮到我来说法的。所以呢，吉天菩萨一开始就问说：“今天我要讲给你们，是要有曾经听过的，还是没有听过的？”没有听过的不好意思。那大众们回答的时候，今天你要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听过的。前年军事节目的，但我听前两是谁？通用年那买的没些，老什么过来，咱老领的嘞。你军事节目过的呢，马上我打。所以呢，吉天菩萨开始从那个入菩萨行论的前面那里开始在讲解，在讲的时候，当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阅读了。之前有上过课，以及自己也跟你们讲说，多可以阅读这个入菩萨行论。如果说有人在阅读的话，那当然会知道的。家长，我听你讲他说的，就是什么？所以呢，这个从入菩萨行论从开头开始在讲解。这就是我留久了。入菩萨行论总共有10品。通过你现在说的。所以呢，这个10品当中，从一品开始在不断的在宣讲。送，他得送给，就这个呀，接多，哪个呀？所以呢，吉天菩萨边宣说这个
如菩萨行论，边慢慢的法座越来越高，慢慢就飞上天了。前年掏啥呀？那他开始现在就语言的我的，按照他各种某个些，他通过也有呢，他慢起来搞了某个就强了他。所以呢，基天菩萨法座越来越高，天上越来越往升高的时候呢，当然呢，很多人有些听得到，有些人听不到，因为太高的关系这。都是亲切的，这看上去他还能往下所以呢，基天菩萨一直不断的往天上飞，这个已经高到几乎都已经快听不到了这。他听，忙不了，他写着要。好，所以呢，这那样的就也有很多了，所以呢，就说不完了。人家也你搞这个事，七天菩萨给人的没做好不了嘛，这个多不同的那样的不了，为什么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讲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七天菩萨的修持呢，是别人不知道，然后呢，七天菩萨的修行也不是很这个显露明显的。就是我呢，传那个道法语言啊，人们也会语言做的，俺来进入你要是嘛。所以呢，真正在实修、真正修行人，或者说已经达到境界很高、有正量的人，他不会自称说我修行的很棒，或者说我正量很高，是不会这样去讲的。开始跟俺道法有俺接、俺大音、俺一到面这个三界音，这些定音不多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有些自称说我正量很高了，我是什么神啊，我是什么这个本尊，或者我是什么佛，都会自称这样。这个呢，道法要嘛。所以呢，这样的这类呢是这个这类明显的，可以说象征的是他们没有正量。可是没看的也是老贵啊，钱呀。所以呢，即便是越没有正量的人，越喜欢讲说有正量。那个容易的钱呀，都是这容易的钱，就只能这么一点。好，这个呢是这样的呢，小朋友有一些有在互相讲的一些小说了，或许这样的小说是正确的。真正看了这么多东西里面有。小时候呢，听大人说一些小说这故事。那你能不能够做的是，给他能不能够当回来事情？所以呢，就有在讲说，有人派人去，就去拿那个模拟宝。如果做回来是，他能不肯定你的，是吧？弄不清的，能不有事情吧？能不有事做回来是。他肯定是要的是，如果塑造的要的是，叫的是，肯定练过的是，如果肯定可以用过的。所以呢，要去拿模拟宝，那这个模拟宝要什么地方去拿？在他模拟宝在什么地方，或者说甚至在谁的手里，或者说在谁的手里要去拿这个模拟宝的？那你这个弄不清的多的是。这弄不定了，人们这要的都开始跳，挪不有来是老坏事。有时间就做啥你要嘛来是，这样子嘛是。没时间去用过来是，提早了他挪我们来调来去。所以呢，要去模拟宝的时候，当什么某某什么地方，到达了某某地方之后，就问人说有没有模拟宝。当问有没有模拟宝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说我有模拟宝。当这些有自称说有的人有模拟宝的人，他这个证明是他自己没有模拟宝。如果说有人出面说我们有模拟宝的话，那证明他手中有模拟宝，所以呢直接去对他要模拟宝。他等大家工作。所以呢这个意思听得懂吗？